開門7件事，最驚就係蝕到入獄。邊個會諗到，當年浩浩蕩蕩落嚟香港插旗，攞住幾千萬投資嘅瑤瑤酸菜魚，竟然會喺短短2-3年間，由當初嘅日賺斗金，變成今時今日月蝕幾百萬，最後仲要黯然撤資，全面執笠。呢件事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失敗，更加揭開咗內地餐飲過江龍嚟到香港之後，點樣一步步跌入租金同埋人工呢個大墳墓嘅殘酷黑幕。今集我哋就嚟深度拆解，到底呢間曾經紅極一時，裝修到成個 Tiffany Blue 咁靚嘅酸菜魚名店，係點樣喺香港呢個英雄冢入面，將1000萬投資化為烏有。我哋先返去2021年，嗰陣時雖然仲係疫情期間，但係對於好多內地品牌嚟講，香港嘅鋪租因為疫情而回落，正正係一個撈底嘅好時機。當時瑤瑤酸菜魚雄心壯志，喺內地已經開到周街都係，攞住酸菜魚前3強嘅名銜，第一站就揀咗喺尖沙咀 K11 壓摩開旗艦店。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，無論係邊個社交平台，都會見到呢間嘢嘅打卡上。佢嗰種湖水藍嘅裝修，完全唔似一間傳統嘅川菜館，反而似一間精品咖啡。嗰陣時啲人話，食酸菜魚都要食得有儀式感。憑住呢種差異化嘅定位，瑤瑤喺香港一炮而紅。當時真係日日排長龍，想食都要等成個鐘。見到尖沙咀店咁成功，老闆當然想趁熱打鐵。於是喺2022年底到2023年初，佢哋一口氣喺銅鑼灣、中環呢啲黃金地段不斷擴張。當時大家嘅心態係，既然尖沙咀都做得掂，咁香港島呢啲高消費族群一定更加冇問題啦。但係魔鬼往往就係埋藏喺細節入面。你以為佢開多幾間係想搵多啲？其實佢係同時間孭多咗幾座大山喺膊頭。首先，我哋一定要講下香港嘅租金黑幕。喺內地，如果你係一個大品牌，商場往往會俾好優惠嘅租金，甚至有裝修補貼，因為商場需要你呢啲流量品牌嚟帶旺個場。但係喺香港，對唔住，無論你係過江龍定係地頭蟲，地產商睇嘅只有一樣嘢，每尺租金收益。瑤瑤酸菜魚揀親嘅位，全部都係一線商場或者係核心地段嘅街鋪。據聞佢哋尖沙咀同銅鑼灣嘅鋪位，每個月嘅租金加埋管理費，閒閒地都要30-40萬港幣。你要賣幾多條魚先至夠交租？我哋計下數，一條酸菜魚賣200-300蚊，扣除食材成本、人工、水電，毛利可能得返40%。如果你一個月租金要40萬，你每日一開門，未計糧草，就要先賺萬幾蚊俾地產商。進入2023年，香港全面通關，本來以為係生機，點知反而係催命符。通關之後，香港人唔係留喺本地消費，而係集體北上。呢個北上消費嘅浪潮，對瑤瑤酸菜魚呢類品牌嚟講係毀滅性嘅打擊。點解？因為你瑤瑤係內地品牌啊嘛。香港人去到深圳，去到福田 Coco Park，一樣可以食到瑤瑤，而且價錢係香港嘅1/3，甚至更平。喺深圳食一餐酸菜魚，人均可能只要80至100蚊人民幣，喺香港食，人均要300幾蚊。當消費習慣變咗，大家覺得返深圳食更抵嘅時候，瑤瑤喺香港嘅日價能力就瞬間崩塌。你可能會問，咁佢點解會月蝕幾百萬咁誇張？除咗租金，人工係另一個大黑洞。2023年開始，香港餐飲業出現嚴重嘅搶人潮。一個洗碗工嘅人工可以嗌到2萬幾蚊，仲要未必請到人。瑤瑤酸菜魚為咗維持佢嗰種所謂高品質嘅服務，人工支出佔咗營業額嘅比例極高。加上內地品牌嚟到香港，往往會有一套好複雜嘅管理體系，佢哋會派高層過嚟駐守。呢啲高級管理人員嘅住宿、津貼、薪金，全部都係成本。當生意額因為北上潮而下跌3-4成嘅時候，呢啲固定成本就變成咗勒死公司嘅繩索。我聽過一啲內部消息，話瑤瑤酸菜魚喺最艱難嘅時期，每個月一開門就係蝕緊錢。蝕錢唔緊要，
最慘係睇唔到盡頭。佢哋曾經嘗試過轉型，搞啲午市套餐，搞啲外賣優惠，甚至想將口味更加本土化。但係問題係，酸菜魚呢個賽道已經太過擠迫，除咗瑤瑤，仲有太義，仲有69，仲有大大小小嘅本土酸菜魚店。當大家嘅產品大同小異，唯一可以鬥嘅就係價錢同品牌忠誠度。偏偏瑤瑤定位尷尬，佢唔夠太義咁有品牌話題性，又冇本土店咁靈活。到咗2024年，情況進一步惡化，香港嘅餐飲業進入咗冰河時期。大家見到街上越嚟越多空置鋪位，其實好多都係呢啲過江龍撤資之後留低嘅遺跡。瑤瑤酸菜魚最終決定撤資，絕對唔係一時衝動，而係經過精密計算之後嘅止蝕。因為佢哋簽嘅係死約，如果要提早離場，往往要賠償地產商一大筆錢。據講佢哋喺撤資嘅過程中，單係賠租同埋拆牆嘅費用，就已經係一個天文數字。之前投入嘅嗰1000萬裝修費，對唔住，全部化為烏有，變晒做垃圾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香港嘅餐飲市場從來都唔係錢多人傻速嚟。好多內地老闆以為喺內地做到上市，做到幾百間分店，嚟到香港呢個700幾萬人嘅小城市，仲唔係手到拿來？佢哋往往忽略咗香港最殘酷嘅空間邏輯。喺香港，鋪位細，租金貴，人工高，每一寸地方都要計到盡。內地嗰套大開大合嘅擴張模式，喺香港呢個租金墳墓入面，只會加快死亡嘅速度。而且，瑤瑤酸菜魚嘅失敗，亦都反映咗香港消費者心理嘅轉變。以前大家覺得食過江龍係一種時尚，係一種對內地流行文化嘅追求。但係而家，當深港一體化做得咁成功嘅時候，香港人對於內地品牌嘅新鮮感已經消失咗。如果我坐半個鐘車去深圳就可以食到一樣甚至更好嘅嘢，我點解要喺香港俾多3倍錢去做老親？呢個係所有想落嚟香港發展嘅內地品牌都要面對嘅終極難題。我哋睇返瑤瑤酸菜魚嘅興衰史，佢由2021年嘅高峰到2024年嘅落幕，短短3年時間就好似坐咗一轉過山車咁。當初攞住幾千萬出嚟創業嘅時候，老闆可能諗住可以好似美心或者大快活咁長治久安，點知最後竟然係落得咁樣嘅下場。呢個血虧撤資嘅黑幕，其實冇乜神秘，講到尾就係4個字：不服水土。佢哋唔單止係輸喺味道，更加係輸喺對香港經濟週期嘅誤判。佢哋以為疫情過後香港會報復性消費，點知迎嚟嘅係報復性北上。佢哋以為憑住 Tiffany Blue 就可以吸引年輕人，點知年輕人而家追求嘅係性價比。當你嘅產品支撐唔起你嘅日價，而你嘅成本又高到離譜嘅時候，執笠就係唯一嘅結局。有人話香港租金係扼殺創意嘅元兇，但係我覺得對於呢啲過江龍嚟講，租金更加似係一塊試金石。如果你嘅商業模式唔夠強韌，如果你嘅獲利能力唔夠穩定，呢塊試金石就會變成一塊墓碑，將你嘅1000萬投資永遠埋葬。瑤瑤酸菜魚唔係第一個，亦都肯定唔會係最後一個。睇住中環、尖沙咀嗰啲曾經風光一時嘅名店一個個咁掛上招租嘅牌，我哋真係要感嘆，香港呢個市場真係易學難精。對於我哋普通消費者嚟講，呢件事可能只係少咗一個打卡嘅地方，但係對於成個餐飲業嚟講，呢個係一個極大嘅警示。2026年、2027年，我哋仲會見到幾多內地品牌喺香港生存到？定係大家最終都會發現，原來香港嘅墳墓屬性係連最強嘅過江龍都搞唔掂？呢1000萬投資嘅蒸發，換嚟嘅係血淋淋嘅教訓。下次當你見到又有邊間內地名店話要嚟香港開旗艦店嘅時候，不妨大膽預測下，佢可以撐到幾耐？係1年、2年，定係好似瑤瑤咁，喺3年內就燒光咗所有嘅資本同夢想？最後，我想同所有仲想嚟香港發展嘅老闆講一句：香港嘅水好深，
香港嘅租好貴，如果你冇置之死地而後生嘅決心，或者冇一套足以應對北上消費衝擊嘅方案，咁呢千萬投資真係倒落海都冇咁傷。瑤瑤酸菜魚嘅黯然離場，標誌住一個盲目擴張時代嘅終結，亦都揭開咗香港餐飲業重新洗牌嘅序幕。呢場殘酷嘅淘汰賽先至啱啱開始。喺呢場遊戲入面，冇所謂嘅大品牌保護傘。無論你喺內地幾咁風光，嚟到香港，一切都要由零開始。如果你用沉醉喺過往嘅成功入面，咁你嘅下一站，好可能就係瑤瑤酸菜魚去過嘅嗰個墳墓。回頭望返2021、2022、2023呢幾年，香港餐飲業經歷咗太多，由禁止堂食到報復性消費，再到全面北上，每一步都係考驗。瑤瑤酸菜魚揀咗喺最繁華嘅時候入場，卻喺最寒冷嘅時候離開。呢種黯然執笠，雖然令人唏噓，但其實亦都係市場規律嘅必然結果。幾百萬一個月嘅虧蝕，對於任何一間企業嚟講都係唔可以長期承受嘅痛。與其死撐到最後一刻搞到破產結業，不如及早撤資，止蝕離場。呢個或者係瑤瑤老闆做得最正確嘅一個決定。雖然千萬投資化為烏有，但起碼保住咗最後一絲尊嚴。呢個故事嘅背後，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。點解香港嘅租金可以咁多年都企得咁硬？點解我哋嘅生活成本會高到連大企業都生存唔到？如果連呢啲資金雄厚嘅過江龍都搞唔掂，咁本地嘅小店創業者仲有乜嘢生存空間？呢啲問題可能比一間餐廳執笠更加值得我哋去關注。香港曾經係餐飲天堂，而家係咪真係變咗做名店墳墓？呢個答案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把秤，但我哋見到嘅係，當燈光熄滅、大門鎖上嘅嗰一刻，所有嘅光輝同夢想都敵唔過嗰張厚厚嘅租約同埋冷冰冰嘅財務報表。瑤瑤酸菜魚嘅離去係一個時代嘅縮影，亦都係對未來嘅一個巨大問號。我哋呢啲星斗市民，或者只可以喺茶餘飯後嘆息一聲，又執一間。但對於嗰啲喺商場入面浮沉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個係一場生存與死亡嘅搏鬥。希望下一個過江龍嚟到嘅時候，可以學識點樣喺香港呢個獨特嘅生態入面，揾到一條真正嘅生存之道。講到尾，生意就係咁殘酷。尋日賺斗金，今日黯然執笠，呢個轉變快到你唔信。2024、2025，未來嘅路仲好長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呢個墳墓仲會埋葬幾多個曾經不可一世嘅夢想？瑤瑤酸菜魚嘅旗艦店門口，曾經排隊嘅人潮已經唔見咗，換嚟嘅係租約期滿或者係內部裝修嘅冷清告示。呢啲告示背後係一個又一個失業嘅員工，係一筆又一筆收唔返嘅呆賬，更加係投資者心碎嘅聲音。呢場戲做得好大，但散場嘅時候亦都好靜。大家記住，投資要謹慎，創業要量力而行。喺香港呢個地方，最唔值錢嘅係夢想，最值錢嘅係嗰幾尺地方。如果你未準備好俾地產商抽乾血，咁就真係要三思而後行。呢篇口播稿到呢度已經差唔多，希望大家透過呢個案例，可以睇清香港餐飲市場嘅真相，唔好俾表面嘅風光騙到，入面嘅血同淚，只有身處其中嘅人才會知。瑤瑤酸菜魚，多謝你曾經帶俾我哋嗰抹鐵粉料，雖然好短暫，但起碼我哋見證過你嘅喜同樂。最後嘅最後，我哋都要反思，香港嘅競爭力到底去咗邊？如果我哋唔可以解決租金同成本呢個核心問題，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嘅瑤瑤，更多嘅過江龍喺呢片土地上黯然離場。呢個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事，係關乎我哋成個城市嘅未來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大家對於呢次瑤瑤酸菜魚撤資事件有咩睇法？係覺得佢哋抵死，定係覺得可惜？定係你都覺得香港嘅租金已經去到一個唔正常嘅地步？無論點都好，希望呢個故事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。生活仲要繼續，
餐仲要食，路仲要走。下次食酸菜魚嘅時候，或者你都會諗起呢個曾經價值1000萬嘅教訓。